以我当日的恩宠，迟早会有身孕，我又何必要假孕争宠？而甄嬛来这里的目的，就是要弄清楚眉庄为何假孕争宠。直到她说出事实后，甄嬛才恍然大悟，原来从太医确诊怀孕，再到宫女向皇上揭发真相，所有的安排都是华妃一手策划。虽然甄嬛劝她不要记恨皇上，但眉庄却早已对老四心灰意冷。她说最大的悲哀就是嫁给了帝王，如果不是命运捉弄，她只想找个普通人从一而终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被锁在深宫里。然而甄嬛却坚信水落石出之日，皇上必会来加倍补偿梅姐姐。可眉庄早已看透老四就是一个渣男，自己被关在弦月阁2个月，他竟从来没有探望过自己一次。尽管甄嬛在替皇上说好话，可他不知道的是，在未来的某天，他也像眉庄一样遭遇皇上的薄情寡义。眼看时间超时，宫女不得不敦促他离开。由于甄嬛瞒着皇上偷出来，所以当他看到侍卫时，只能先跑到船上藏起来。岂料在这里刚好碰到了17爷。谁在船上？谁啊？来打扰本王的好梦。卑职不知王爷在此，实在打扰，请王爷恕罪。幸亏果郡王帮甄嬛避开危险，要不然他们的偶遇肯定被人添油加醋。随后，果郡王趁着良辰美景调侃道：“他说今年最开心的事，莫过于和美人夜游在湖水之上。如果你不是皇兄最得宠的女人，臣弟真想带你去看看浪漫的土耳其，然后再到香港维多利亚港吹一吹海风。”而甄嬛害羞得如同小白兔般不知所措。或许这一刻，她才意识到老腊肉的味道，无论怎么烹饪都比不上小鲜肉可口。当甄嬛发现留在梅园的剪纸时，她似乎感觉到了果郡王那份情意绵绵，但两人碍于身份有别，她只能暗示对方不要想入非非。如果把持不住，完全可以逛逛直播间，那里的妹子才是个个肤白貌美。当甄嬛告别时，她再三地叮嘱果郡王，让他忘记刚才发生的一切。但甄嬛不知道，当一个人爱上另一个人时，他的内存里就再也装不下其他女子，哪怕彻底的格式化也会重新找回。毕竟每个人心中都放着一个回收站，即便他们的防火墙做到百毒不侵，但曹贵人这个病毒也不知从哪里得到的消息，居然发现昨晚他们划船的事。因此他的每3句话里面都有一句话无不是在夸赞果郡王风流，还说皇上初次遇到甄嬛时就自称是果郡王。如此说来，这17爷还是皇上与婉妹妹的媒人呢。何况这位大媒风流倜傥，朝中多少官宦家的小姐都倾心不已。想必妹妹在闺阁之中也听闻过17爷的盛名吧。曹贵人句句离不开果郡王，可谓是用心险恶。只因皇上假扮果郡王才华横溢的样子，已经深深打动当时刚情窦初开的甄嬛。不过甄嬛又岂能让曹贵人如愿？妹妹入宫前久居深闺，入宫后又卧病不出，不曾听闻王爷大名。而甄嬛并没有刻意的恭维皇上，她说论文章诗词，或许果郡王略胜一筹，但不代表皇上在文化领域技不如人。毕竟皇上心系百姓，将时间用在了朝政上，所以在臣妾眼里，满腹经纶的才子比比皆是，可手握乾坤拯救苍生的天子只有一人，而皇上才是让人值得敬佩的豪杰。此话一出，皇上难堪的脸色顿时从阴转晴。其实老四也知道自己非常优秀，可甄嬛这么直白的说出来，他还真有点把持不住。然而高兴的皇上在下一秒差点就被华妃的大哥气死。哥哥，皇上赐宴赏菜都得由宫人伺候夹菜的。皇上切勿怪罪。皇上那是憋着一肚子鸟气，可把华妃给吓得够呛。